父母健在，說明了什麼呢？網絡文章。弘一法師講過，父母健在，說明我們的福報很大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表面上看我們是在孝順父母，其實是父母在給我們機會，修養我們的德。你最親密的人會影響你的生死觀，父母的離去會對你造成很大的創傷。沒有了父母，就好像突然失去了一個世界，再也沒有了依賴。當有一天生你養你的兩個人都走了，這個世界上就再也沒有任何人真心的痛你愛你了，再沒有人在意你過得好不好，開不開心，工作累不累，胖了還是瘦了，再沒有人忍你的壞脾氣，包容你的任性妄為。當你回憶和父母的點點滴滴的時候，你就會淚流滿面，心如刀割。父母在，人生尚有來處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歸途。樹欲靜而風不息，子欲養而親不在。盡孝須趁早，莫待親已老。有爸爸在，天就在；有媽媽在，家就在。父母健在，說明自己的福報很大。永遠不要嫌棄你的父母。前世的記憶消散，今生的緣分萬千。留在身邊的緣未盡，轉身離去的緣已斷。別恨別念別留戀，若相欠自會見，不再見不再欠。年少不知父母恩，半生糊塗半生人。如心有體會，讓我們一起祝福天下的父母福壽安康。弘一法師亦都講過，你如此之好，如此善良，上天怎麼可能一直給你製造麻煩？當下的困境和低谷，只是因為上天對你另外有安排。你要相信，否極泰來，寒冬過去定有暖陽。再多的烏雲也掩不住微笑的太陽。請相信，你會越來越順利的，道路會越走越寬闊的。你的善良和努力值得擁有這個世間美好的一切。希望是厄運忠實的姊妹，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我們難免會遭遇困境和低谷，仿佛置身於黑暗之中，看不到希望的曙光。當我哋聽到弘一法師講嘅呢番說話，我哋心裏邊自然就會燃起一啲希望嘅火苗。當生活為我哋出難題，令我哋陷入困境嘅時候，唔好抱怨，唔好氣餒，因為我哋嘅善良同埋努力唔會被辜負。呢啲暫時嘅挫折，或者係命運為我哋準備嘅一份特殊嘅禮物，係為咗讓我哋喺未來收穫更多嘅美好。我哋唯一唔會改正嘅缺點係軟弱，就好似寒冬過後必將迎嚟溫暖嘅陽光。困境亦都只係暫時嘅，只要我哋堅守內心嘅善良，持續努力，就一定能夠迎嚟轉機。無論眼前嘅烏雲有幾咁重，都無法遮擋住溫暖又充滿希望嘅太陽㗎。或者此刻嘅你正在為工作嘅唔順利而煩惱，或者為感情嘅挫折而傷心，但係請你相信，一切都係暫時嘅。只要你保持積極向上嘅心態，不斷提升自己，未來嘅道路一定會越嚟越寬闊。生活就像海洋，只有意志堅強的人才能夠到達彼岸。你的善良如同夜空中的繁星，閃耀着溫暖的光芒；你的努力如同破土而出的嫩芽，蘊含着無限的生命力。這世間的美好正等待着與你相擁抱。弘一法師又話，如果有人背叛和辜負你，請你不要去怨恨他，怨恨別人傷害的是自己。你只需要停止付出，生活自然會給他懲罰。命運饒過誰？你只管善良，其他的
交給時間。大師嘅智慧同埋博大嘅胸襟，令人心懷善念，堅定自己內心深處嘅良知。你盡管善良，其他交給時間。你嘅善良本身就係種喺心裏面嘅美好，首先要令自己美好。如果有人背叛同埋辜負你嘅，係別人唔好啫，你只需要停止付出，內心無愧就好啦。不要怨恨，他辜負你、背叛你，你的美好正好映射出了他內心的惡。此時他離開你，正是一種成全。當我們的美好不能夠淨化污濁，最好的心態就是出淤泥而不染。弘一法師開導後人，佢話：人若欠你，天必還你。你盡管善良，福報在來的路上。照顧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緒，你的這一場人生就已經贏了大半，其餘的上天自然會有安排。如果一個人嘅內心始終有善與愛做我哋嘅底色嘅，咁我哋本身就係一尊佛，必定會豁達通透、寬容大度，不藏邪惡，不近魔鬼。足夠善良嘅人，上天不欺。有大愛嘅人，能量無邊。正如稻盛和夫喺活法裏邊所講，你希望別人好，別人未必好，但你肯定會好，因為你的內心美好。你見不得別人好，別人未必不好，但你肯定不好，因為你內心沒有美。人為善，福雖未至，禍已遠離；人為惡，禍雖未至，福已遠離。愛出者愛返，福往者福來。你堅守的善良與愛，必定會開花結果。命運饒過誰呢？背叛與辜負你的，自然會受到生活的懲罰。你的善良，你負責；你的美好，你綻放。不要後悔對任何一個人好，哪怕看錯眼，哪怕被辜負，因為你對他好，不代表他有多好，而是你很好。你對別人好是你的人生態度，別人對你好不好是他的問題，與你無關。辜負善良，即是告別美好；背叛真情，即是無情無義。這就是上天給他的懲罰。因果有輪迴，蒼天饒過誰？照顧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緒，你的人生就贏了一大半。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。大道至簡，大智若愚。時間匆匆逝去，我們沒有時間去怨恨，也沒有時間去計較。我們只有時間去愛，去享受。由現在開始，心中的美好和善良在光陰中綻放，做好自己，令眾人快樂，不辜負自己，才是你餘生最頂級的修行。有一段說話令人感覺到好清醒嘅，佢話：你可以大方地去原諒別人，但千萬不要愚蠢的再去相信。你可以不記仇，但不可以不長記性。你沒有害人的心，但一定要有防人的心。良心這一個東西，有就是有，沒有就是沒有，不存在幻想。正所謂樹壞在根，人壞在心。永遠不要問原因，想開看開，一切順其自然。時間會留下最真的人。有一種人特別善良，對任何人都好寬容，哪怕自己受咗委屈，都會選擇大方地去原諒別人。咁樣嘅人往往就會因為自己嘅過於大量，最後遍體鱗傷。唔係所有嘅人都值得你掏心掏肺。有一啲人一旦走入你嘅生活，佢就會消耗你嘅情緒，榨乾你嘅能量，最後仲被人家當成係傻人。你可以不計前嫌，但係你一定不能夠不放喺心上。你可以俾別人機會，但係一定唔好俾人哋得寸進尺。呢一個世界好大嘅，
有好多誘惑，人性亦都係赤裸裸嘅。你以為你嘅真心可以感化所有嘅人咩？其實唔係，唔係所有人都配得上你嘅良苦嘅用心。被傷害過嘅心，亦都要記住嗰啲教訓。呢啲唔係記仇啊，係對自己負責任。有啲人確實唔值得信任，有啲事確實需要提防。呢啲唔係多疑，而係成熟。時間係最好嘅工具，佢會幫我哋篩選出真正值得珍惜嘅人，亦都會讓嗰啲虛偽嘅面具自然脫落。生活教會我哋可以原諒，但不要忘記；可以善良，但一定要有鋒芒。